第3章投資資產，本章係重點，有35%嘅題目係由呢度選出嘅。投資資產內容會涉及8種投資工具，我哋會逐一介紹。大家需要知道每一種投資工具嘅特點、好處同弊處，呢啲資料都好重要嘅。我哋需要認識嘅第一種投資工具就係貨幣市場工具，主要分2類。第一個係銀行存款，第二個係可轉讓短期債務工具。銀行存款係大家比較熟悉嘅，主要分為定期存款同埋活期存款。至於可轉讓短期債務工具分為3類，第一類政府票據，第二類短期存款證，第三類商業票據。呢啲名稱都需要記得啦。未開始講投資工具嘅特點前，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下香港嘅金融體系啊。喺香港，只有金融管理局認可嘅財務機構先可以接受公眾存款，同用所得嘅款項作為貸款。金管局監管認可財務機構分開3個類別，第一類係持牌銀行，例如分行零售層面嘅銀行，例如恒生、東亞銀行等。第二類係有限制牌照銀行，例如投資銀行。第三類係接受存款公司，例如財務公司就係屬於呢個類別啦。而家開始同各位介紹乜嘢係可轉讓短期債務工具。第一係政府票據，顧名思義，發行呢啲票據嘅發行人係政府。第二係短期存款證，發行人係銀行。第三係商業票據，係由財務或非財務企業發行嘅票據。呢啲可轉讓短期債務工具嘅特點係乜嘢呢？就係短期、高變現能力同埋低風險啦。而投資渠道分為2類，分別係直接同間接。何謂直接呢？就係直接與發行人，例如政府或者相關銀行同企業，直接向佢哋購買。乜嘢係間接呢？就係經二手市場購買，例如經銀行或者中介人向另一投資者購買。可轉讓短期債務工具嘅銷售方式係大部分以貼現方式銷售。乜嘢係貼現方式呢？就係投資者所俾嘅價錢係低過票面值，喺償付時就取回票面值嘅面額價錢。如果投資者購買票據，例如面值係100蚊，投資者喺最初購買時係唔需要付出100蚊，投資者可能只需要付出98蚊就可以買到100蚊面值嘅票據，即係到期時佢可以攞返100蚊啦。政府票據，美國同香港政府都會發行政府票據。美國政府出嘅票據叫美國國庫券，香港政府出嘅票據係香港外匯基金票據。面額方面，美國國庫券最低嘅入門門檻係1萬美金，而香港外匯基金票據係50萬港元。會用貼現嘅方式，即係較票面值為低嘅方式發行。一般嚟講，呢啲美國國庫券或者外匯基金票據嘅期滿期限係4、13、26同埋52個星期。我哋可以見到最長嘅期限都唔超過1年。短期存款證，佢哋係由銀行發出，期限短過1年。一般嚟講，最低嘅面額係港幣50萬或者100萬。佢哋嘅收益會較剛才提及嘅政府票據高，由於風險低，回報率就會越低。短期存款證嘅風險比政府票據稍為高啲，所以佢哋嘅收益率會比政府票據較高。而投資喺短期存款證嘅風險就係二手市場嘅變現能力，當然亦要考慮埋稅務因素。商業票據，佢哋係屬於無抵押借據，期限會短過1年。商業票據嘅回報率一般都高過其他期限相約嘅貨幣市場工具，反映佢較低嘅變現能力同較高嘅風險。但係同其他定息債券嘅息率比較，回報率都係較低嘅。喺美國，商業票據未償還數額遠超過任何類型嘅貨幣市場工具嘅數額，除咗國庫券，而且大部分都係財務公司發行嘅。呢一頁非常重要，因為剛才提及過，我哋要知道相關投資工具嘅特點外，亦需要知道其好處及弊處。貨幣市場工具嘅好處係低風險，可作為應急儲備，積累資金亦可以保本，本金不變，而且高變現能力。弊處係乜嘢呢？正因為佢哋係低風險，所以會低回報，可能會有通脹風險，即係回報未必追得上通脹。另外，收益率有機會波動不定，可能有再投資率風險，
即係唔能夠將期滿投資以相同或者更高嘅回報率再投資，令到收益率波動不定。由於發行人有機會俾唔到利息，甚至俾唔返本金，所以貨幣市場工具可能會出現違約拖欠嘅風險。另一個壞處就係投資額大，例如有部分存款證最低嘅面額係要50或者100萬港元。開始介紹另一種投資工具——債務證券。債務證券主要分為債券同優先股。講解債券嘅特點前，我哋需要了解下乜嘢係一手市場同二手市場。簡單嚟講，一手市場係直接向發行商購買，例如經香港政府或者金管局購買外匯基金債券，就屬於一手市場。一手市場投資者購買債券後，當佢需要賣出債券，就要喺二手市場做交易。因為債券二手市場係屬於場外交易 OTC， 買方或賣方想做交易買賣時，係需要透過中介人，通常都係證券商，代為處理買賣，或者由銀行作出配對促成交易。債券係點運作嘅呢？主要有發行人，包括政府或者企業公司。另外，投資者係買方，我哋可以睇成發行人需要資金周轉用作營運、投資或者還債，因此發行債券。例如政府發行債券作為日常嘅操作或者營運嘅資金。債券會有主要嘅資料提供俾投資者參考，包括本金，即係債券嘅面值。另外，我哋亦需要知道投資者會獲得幾多利息，稱之為息票付款。呢度會講解唔同發行人嘅風險程度，主要分開5個類別。我哋需要知道投資債券風險嘅高低同發行人嘅風險高低有關。最低嘅風險係超國家機構，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第二類係政府債券，例如美國國庫證券或者香港政府外匯基金票據。第三類係政府機構債券，以香港為例，有按揭證券公司、港鐵、機場管理局等。第四類係市政債務，主要係某啲國家嘅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嚟應付開支預算。市政債券比政府債券有較高嘅風險。第五類企業債務係公司債券，屬私營企業嘅中或長期債務。此類債券有啲係以資產抵押，有啲冇抵押。企業債券嘅性質同風險會有好大嘅差別，風險比以上各項為高。我哋要知道呢5個類別嘅名稱，例如超國家機構、政府債券、政府機構證券、市政債務及企業債務，亦需要熟悉佢哋嘅例子。大家要記得由低至高或者高至低嘅風險排序。每張債券都有自己嘅票面值，可能係10萬元或者100萬元等等。票面值就係到期時投資者可以攞返嘅價值。票面值亦可以稱為面值、期滿價值、贖回價值。債券係期滿時可以收回嘅，就係票面值啦。我哋亦需要知道可換股債券係乜嘢嚟？可換股債券比起早前所講嘅一般債券，會多一個選擇俾投資者嘅。持有可換股債券嘅投資者可以喺到期日或之前選擇收取票面值嘅現金，或者相關公司嘅股份，入股成為該公司嘅股東。同一間公司發行嘅一般債券同可換股債券喺相同年期及相同風險嘅情況下，究竟係一般債券定可換股債券嘅息率較高呢？答案係一般債券嘅息率會較高，因為可換股債券提供俾投資者多一個選擇權，就係可以選擇股票。息票利率係發行人答應俾投資者嘅利率，可以透過息票利率計算投資者會收到幾多錢嘅利息，收到幾多息票付款，即係利息，係需要視乎3個因素嘅。第一係票面值，即係本金，可以睇成借咗幾多本金俾發行商。第二係債券嘅息率有幾高。第三係幾耐派息一次，即係年期份數。如果債券1年派息一次，年期份數就係1；如果債券喺每半年派息一次，年期份數就係1/2；如果債券喺每個月派息，咁年期份數就係1/12啦。大家要記住呢3個計算息票付款嘅因素。大家睇下呢個例子，其息票利率係8%，而票面值係1萬蚊，年期份數係每半年派息一次，所以根據剛才嘅公式，將1萬乘以0.08，再乘以1/2，就計到投資者每半年可以收到400蚊嘅利息啦。一般嚟講，
債券嘅投資年期1至5年為短線，5至12年期滿嘅屬於中線，超過12年嘅我哋稱為長期或長線債券。另外，香港發行嘅債券一般唔會超過10年，而美國嘅債券可以長達30年。呢啲資料都需要記得。金錢時間值，債券定價係建立喺金錢時間值嘅概念上，而金錢時間值係指金錢現值與未來值之間嘅關係。大家可以睇下畫面上未來值嘅公式，我哋一齊睇下例子啊。假設投資者某日喺銀行存入100蚊，年利率為5%。如果想計算1年後可以收到嘅金錢，即係未來值，我哋就可以套用剛才嘅公式，所以1年後投資者就可以收到105蚊啦。畫面上嘅現值公式同上頁未來值嘅公式好相似，只係數值位置調用咗。大家可以睇下以下嘅例子點樣計算現值啊。喺年利率為5%嘅情況下，1年之後要獲得100蚊，投資者今日需要喺銀行存入幾多錢呢？利用計算現值嘅公式，就會計算到今日需要存入95.24元。喺年息5%嘅情況下，1年後就會收到100蚊啦。利率，大部分嘅債券都會派發固定利率俾客戶或者投資者嘅，亦有部分債券派發嘅利率係浮動嘅。如果係派發浮動利率，咁會參考乜嘢指標呢？主要有2個，分別係優惠利率同銀行同業拆息。日常生活中，如果向銀行借錢做按揭，好多時都會用優惠利率或者銀行同業拆息去計算利息嘅。投資者持有債券嘅回報率與息票利率未必一樣，原因係例如票面值係100蚊，如果投資者喺二手市場購買已發行債券時用低過100蚊買入，例如90蚊，佢收到嘅回報率就會比息票利率為高，反之亦然。所以息票利率並唔一定同債券持有人嘅實際回報相等。計算債券價格主要考慮啲乜嘢呢？就係債券產生嘅所有未來現金流，即係未來收到嘅利息同期滿收回嘅本金，再按收益率折現嘅價值。以下係計算債券價格嘅例子：債券面值為100蚊，為期2年，息票率係2%，而投資者要求5%嘅回報率。利息方面，1年後會收到2蚊嘅利息，第2年亦會收到2蚊嘅利息，同時第2年會收回票面值100蚊。正如時間線上顯示，1年後及2年後分別收到2蚊利息，第2年仲會收到債券面值100蚊，呢啲就係現金流啦。我哋可以用呢條公式嚟計算債券嘅價格。第1年收到2蚊嘅利息，再除以1加要求回報率，即係5%。因為第2年仍然會有2蚊嘅利息，所以係2蚊除以1加5%嘅2次方。第3項係收回面值嘅100蚊，再除以1加5%嘅2次方，最後將三者加埋就會得出債券價格啦。呢個就係計算債券價格嘅方法。呢位客戶如果可以用94.42元買到債券，佢每年就可以獲得5%嘅回報率啦。價格與收益率嘅關係，例如投資者用12000蚊買入一張票面值1萬蚊嘅債券，收益率就係8%，會較原本10%嘅息票利率為低，所以要用較票面值為高嘅價錢嚟買入債券，就叫做日價啦。假設投資者用與票面值相同嘅價格嚟買入呢張債券，收益率就會不變。呢種情況下，我哋會叫做用票面值購入債券。第3種情況係投資者以8000蚊買入票面值為1萬蚊嘅債券，大家都知道收益率會高咗，所以呢個例子收益率就有12%。若果以低於票面值嘅價錢買入債券，就稱之為用貼現價買入。需要知道呢3個名稱：日價、票面值以及貼現價嘅定義。有關定息法則，因為債券嘅價格會受市場利率影響，例如加息週期，市場利率上升，債券價格就會下跌。相反嚟講，喺減息週期，市場利率向下，債券嘅價格就會上升。所以市場利率與債券價格升跌呈相反方向。收益曲線，利率係指借款人利用資金而應該付出嘅成本，或者貸款人因推遲當前消費而獲得嘅回報。一般嚟講，利率由3個主要因素構成。第一，市場上嘅實際無風險利率係幾多？實際無風險利率即係投資於無違約風險嘅金融證券嘅回報。第二，通脹預期，即係對通貨膨脹引起嘅購買力潛在損失嘅補償。第三，風險日價，即係對貸款人承擔風險嘅補償。借錢俾債券發行人或者公司嘅時候，會考慮發行商違約嘅風險有幾高。間公司越穩陣，違約風險就相對較低。
相反，若果發行人無法還錢嘅風險較高，投資者自然會要求較高嘅息率。投資者通常對唔同期限嘅債務證券有唔同嘅風險日價及通脹預期，所以債券期限唔同，利率亦都通常唔相同。債券期限與利率之間嘅關係可以用收益曲線嚟表示，曲線係對利率水平與相應期限之間關係嘅描述。收益曲線有幾種唔同形狀，第一種叫正常或正收益曲線，如果債券期限越長，利率越高，如圖中所見。第二種情況稱為反常或負收益曲線，與第一種正常及正收益曲線係唔同嘅，即係年期越長，利率反而越低。第三種情況叫平坦收益曲線，所有期限嘅利率均處於相同水平，收益率亦都一樣，市場預計未來利率將企穩。第四種稱為不規則收益曲線，即係唔同於上述形狀嘅收益曲線。息銷性係指債券嘅變現能力。若果債券好容易就可以喺市場上面出售，而無需要喺價格上作出大幅度嘅折讓，佢嘅息銷性就為之高啦。交投活躍嘅債券自然會好容易賣出或者購入，所以買賣差價就比交投呆滯嘅債券為低。另外，交投活躍嘅債券受歡迎，通常呢類債券嘅實質價值會較高，要以日價方式先可以買到，亦因此令佢哋嘅收益率較低。呢啲就係交投活躍債券嘅特點，我哋需要知道嘅。債券嘅評級係用嚟顯示債券嘅投資質素同發行人會違約拖欠嘅可能性。債券通常分為投資級或投機級別，當中投機級債券又稱為高收益債券或者垃圾債券，評級機構穆迪會由 BA 或以下，而標準普爾由 BB 或以下嘅就屬於投機級別。呢啲都係我哋需要知道嘅資料。債券亦分為唔同嘅類別，當中包括本地債券、外國債券及歐洲債券。大家要知道呢三者嘅分別同埋定義。本地債券係以企業居籍所在國嘅本國貨幣發行嘅債券，例如由一間本港公司於香港發行港元債券，就屬於本地債券。外國債券係外國企業以其本國貨幣發行嘅，洋基債券係外國企業喺美國市場發行嘅美元債券，武士債券係居籍喺日本以外嘅企業喺日本發行嘅日元債券。假設由一間本港公司於美國發行美元債券，就會稱之為外國債券。歐洲債券係喺借款人國家以外嘅地方發行，而且通常以發行國家以外嘅貨幣作為定值。投資歐洲債券嘅好處，主要係佢唔會受監管，亦唔需要繳稅。投資債券嘅好處同弊處係乜嘢呢？債券嘅好處係低至中度風險，視乎喺投資級定投機級。另外，債券具有一定嘅變現能力。例如受歡迎嘅債券好容易就可以變現，一般嚟講，佢哋嘅回報率都會比貨幣市場工具，即係政府票據、短期存款證或者商業票據為高。債券理論上係保本，但亦要視乎發行商嘅情況。債券亦可以產生穩定同可預計嘅收入。剛才提及過，債券一般都係定息，所以收入都係穩定同可預計嘅。債券亦可以透過衍生工具作出對沖管理風險。債券有乜嘢弊處呢？首先，投資額會較大；第二係有價格風險，定息法則有關。若果市場大圍環境嘅息率向上，債券價格就有機會向下跌。正因為大部分債券都係固定息率，假設通脹好高，就需要承受通脹風險。變現能力亦需要考慮。假設債券並唔太受歡迎，例如投機級別嘅債券，好難喺二手市場出售。因為債券主要收取定息，所以公司賺幾多，債券投資者亦只係得固定債息，唔能夠分享到公司嘅盈利，亦冇投票權。債券有機會違約，需要視乎發行人嘅情況，而且買賣債券可能涉及複雜嘅技巧，呢啲都係投資債券嘅弊處。頭先談及過債券，而家討論優先股。優先股嘅投資者對公司有擁有權，讓投資者喺公司有足夠嘅利潤支持股息時，有權取得固定嘅股息。但係優先股喺香港並唔普及，所以我哋好少聽到有關優先股嘅資料。投資優先股有乜嘢好處呢？第一，對該公司有擁有權。第二，優先股持有人收取固定股息，同債券相似，有固定嘅回報率。另外，普通股股東可以先獲取股息。優先股嘅弊處係乜嘢呢？就係冇投票權，即使公司利潤高，都只能夠收取固定股息，
所以其資本增值嘅機會唔高。